喪唱政府變，上坡。去反財政預算案遊行都唔一定叫口號㗎，唱歌仔一樣得。咁粗口㗎你哋？咦，阿波你都嚟咗？我覺得幾好啊，今日幾和平，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訴求，咁大家出嚟舒緩下，當飲杯涼茶咁都幾好啊。咁你有咩不滿啊？哇！原來鬧兩鬧咗6000蚊喎，咁咪再鬧多少少咯，可能會跌多少少，即係其實係未搞清楚咧。有陣時會唔會教壞啲細路仔咧？有啲嘈述，無論佢修正又好，俾我感覺係有少少兒戲嘅，的確係。仲有咧，都係貧富懸殊，主力都係咯，即係啲樓又貴，即係其實啲平民百姓好辛苦啊。講到加煙稅，佢仲扯火。你明知我即係加咗係都會食㗎啦，即係但係啲嗰啲錢咧，你話如果加咗嗰10蚊係可以落咗啲窮人手，我願意加嘅。點解你雪茄你唔加佢2、3倍咧？點解啲紅酒唔加佢1倍咧？即係嗰啲係真係高級消費品。仲話官僚風氣唔改，換班子都冇用。尋日佢仲攞住部 DV 周圍影，話幫作歌揾靈感。